问擦拉没有，那边的谁看我看那钢琴擦拉没有，钢琴被翻腾着有那键盘擦拉没有，让依靠进了北京马上有，卡位笨蛋年纪18、19马郎，咱郎年你老结果你。 我进了没有？靠日让你不危险啦！笨蛋，你等咱有，我这边你马上有。 马上要，嘿嘿嘿嘿哟。